离开第一人民医院最近的，没检查门市部来问一问吧。哟，老板娘，那你一帮的一只叫啊？你一听这个语文还得不得了？我有个朋友是医院在，来当我配着上个里向呢。那啥买为嘛有啥几开个么子讲？回头他个家。哦，搿是样样还去。哎，谁是啊？你当配？好得来咯。哎，别个飞菜给我300块啊！我有什么在？那这一张菜松糖呢，建议好蛋肉、大人糖分的。不，这个名堂经理不吃的。那么河梅明明，这河梅再往么是烧生肉松、蛋生肉松，那么你啥猪肉铺也是对照的呢。哎，这边再弄班当米蛋饭不让你明明。我现在想起呢，哎，这个么子再实惠，你如果弄出花吧，好不是？这个多太好呀！是个没赢。哎呦，我要当个闲话，你才当个当。288块3角啊！哎呦，你那边店里还有800万噶？你这个800万还吃得不得了了？给我们来一张306块3，啊，3角费一张。你俩看看，啊，拿到出手了。哎，差不多。本来为啥毛病死了，肚子6块洋钿嘛，带这个病房里去再吃，啥子？来，姊妹跟动一点，我300块洋钿抽他。第一人民医院出来，路过苏州第一中学。1988年，我从后头安顺门里向高中毕业，再聘到苏州风光商场做营业员。想当年的青树衙门，现在烂死开至半马仔。63过后还还拿事业单位退休工资，真的是60年风水轮流转，谁是不晓得几辰光还走到我头浪向。最高事业中，还当是人民商场楼下头，乖，搿场店人排队买米饭。不过我是随便哪不相信的，还点90后的人，为只吃2只米饭，会得蹲辣风头里立半个钟头以上，完全会导致2个小朋友。一看就是排队点哇8人顶住美路商场5楼，明明晓得烂货肉，还要来行一记。谁当人生一世，单此一游，一回今晚话，你说来得早的啦。